今日又嚟同大家一齊嚟分享聖尊蓮生活佛文集入邊嘅精選篇章。今次講嘅係第21冊靈魂的超覺之光明天主。第21冊靈魂的超覺呢本書係喺民國65年春天喺靈仙精寫嘅。我寫呢啲關於靈魂嘅書，其實啲靈界眾生係有託夢俾我，要我寫落嚟。佢哋想提醒人類唔好咁蠢，蠢到連成個無形世界都唔信，全部當冇嘢咁。點解你哋唔諗下，成個宇宙都係隨住法輪咁轉緊啦？人生出嚟其實都係輪迴一部分，靈魂嘅本性先至係主角嚟㗎。我覺得想修行修到咁通透，生死兩邊都睇開，真係要捱過好多痛苦。我自己都行過黑暗幽谷，試過俾人當透明，俾人睇唔起，心入邊想講嘢，但冇人聽得明。我望住無形世界，心諗天折磨我死，呢個係天嘅本領，天不能折磨我死，呢個係我嘅本領。我本嚟都係一個普通人，但係我跳出嚟，行入咗一個超然嘅境界，領悟咗不生不死嘅真相。到而家我已經係一個唔驚生死嘅人。我一向都係靠住自己靈魂去感應，去接觸其他靈魂。唔只識自己個魂，我仲識唔少鬼神。啲人話係迷信，但我同佢哋真係接觸過。自從我個魂入咗太虛幻境，我發現原來嗰度唔只係4度空間咁簡單，仲有5度、6度甚至8度空間。啲靈界奧秘真係睇到令人嘆為觀止。我會靠住手上支筆，老老實實記低我靈魂點樣得解脫，完全唔會收埋。呢本書會寫出我喺修行生活入邊嘅所見、所聞、所思、所感，可以話係我修行心得嘅真實記錄。如果你有緣睇到呢本書，真係有福。至少你可以知道一啲人平時唔會知嘅無形世界嘅秘密。聖尊蓮生活佛講，我每日差唔多夜晚11點左右都會靜坐50分鐘，唔理天氣熱定凍，就算出門都冇停過。靜坐耐咗之後，功夫自然深咗，啲雜念一掃而空，基本上3分鐘就可以入定，進入忘我嘅狀態。我嘅靜坐方法好簡單，雙腳盤起，眼半合，手結如意圈，以數呼吸加觀想為主，有時會念佛，但都係心入邊默念，用佛號真言去轉動心輪，咁就可以做到法輪常轉。記得第一次靜坐好神奇，眼前先見到少少光，慢慢變大，變成一個光圈，好似火輪咁，四周仲發住火一樣咁亮，光越嚟越強，好似太陽咁。但我全身一啲熱感都冇，反而係清涼透體。跟住嗰團光入邊飛出一朵黃色嘅雲，好靚，輕飄飄咁飛，似棉花咁輕。雲上邊企住一位發光嘅天神，着住錦袍，儀態莊重，頭戴發光帽，神情好精神。佢飛近咗之後，五官睇得好清楚，整體感覺高貴又脫俗。我望住佢，心生敬意。當時根本唔知自己喺邊，後來我睇咗好多書，問咗好多師傅，冇人講得出呢個境界係乜。直到有一日，有位老比丘嚟行腳嚟到，我俾咗佢1袋米，佢想走，我就突然諗起問佢：師父，呢個係點一回事？佢望住我，好似唔太信。你見到吉祥天光明天主施主，你唔簡單啊！
我即刻堅定咁答：係真啊！恭喜你，施主。佢雙手合掌，轉身就走咗。直到嗰刻，我先知道，原來我喺禪定第一個境界，真係見到咗吉祥天光明天主。呢件事都成為咗我修行路上嘅一個鼓舞，令我打坐越嚟越有興趣，樂此不疲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以上內容都係截取自蓮生活佛文集嘅精選，希望大家可以喺網上留言分享你嘅感受。